亲像一条古路，弯弯弯弯行过有光。打拼的路，不惊风雨；打拼的梦，不惊暗暝。暗暝要来，星光照路，照咱未来青春梦魇。做阵行过人生道路，行过路拢有意义。袂有脚步白白浪费，行过有讲一气，伫这。坚定决心就袂迷失，行过梦有缘开花，打拼人生不惊失败，打拼志气不惊孤单。风风雨雨勇敢向前。行过的所在，拢会天高，做阵行过人生道路，行过路拢有意义。袂有脚步白白浪费。行过有讲一气，伫这。梦想亲像一条古路，弯弯弯拖行过有光，打拼的路不惊风雨，打拼的梦，不惊暗暝，暗暝要来星光照路。照咱未来青春梦魇。做阵行过人生道路，行过路拢有意义。袂有脚步白白浪费，行过有讲一气，伫这。贵宾最简单放生到真正，咱的就是这边顶干法的李教授，咱两位教授总下面的这个院士教授，各位咱的这个新老来这个牧师来遮甲咱做见证。今日咱要用这个笔吼，当比方讲是含义正好熟悉的一个人，我来讲这个缘故，这个缘故恁绝对唔捌听过。廖文爷在阮老爸迄个时代啊，伊甲讲一句话。讲咱台湾人信神的，讲较输迄个信教的。前迄个时代信教是真遗憾的。太成讲信教的人拢生活较特殊。有影因这家族吼，规个拢了落去做台湾建国啊。头起先是无心啦，到尾也是有意啦，到尾也变做方便，咱规个拢了落。无在阮老爸甲我描写廖文爷即个人哦，伊讲即个人爱食牛排，啉迄个红酒，了后佫爱跳舞安尼啦。我讲安尼好野人介高尚嘞。迄阵我咧想讲安尼信教嘛袂歹，比如讲迄阵信教会晓食享受安尼啦好。咁阮老爸意思咱讲，人因这信教的甲安尼了咧，要来救台湾哦。咱遮一堆咧信神啊，咧拜遐个什么咱毋是讲信神的，无我嘛信神啊。这民间的信仰安尼啦公仔抱条条，网仔埔看条条，佫看风水兼地理安尼怎打袂出去咧？行袂出去国际。迄阵阮老爸有安尼咧讲，伊毋是鼓励讲我爱去信教，但是我读的学校拢是天主教的学校，
因若讲要受洗，咱嘛去受洗啦吼。到尾伊惯道的来甲我牵讲要去游金山，要求道，我嘛去咧。到尾即个佛教吼，人伫咧上经以后安尼吼，咱嘛去学迄个安怎上经咧吼，什么心中咧诸位境啊，3万6千神，这我拢会晓。安尼，细汉逐种教拢参加啦，敢若会教无参加。了后我确定一项，这项我到尾也确定，就是廖文家要死去进前1个月，伊拢做我的目镜。迄阵住伫台中雷庄街啊，雷中街的一个别庄啊。无代无志调大局，讲介绍讲，你去互迄个杨医师看，这咱家己的人，迄阵我就国民党。来我看讲，后壁伊坐迄轮椅，后壁有2个原住民同胞啦，一个较老，一个较少年。较老的迄个少年的妈妈，吼。听讲是泰雅族的原住民，其中佫一个奇奇怪怪的查甫，闪闪，神秘神秘安尼吼，就讲杨医师，局的迄边叫我讲出来互你看。一个去买的时阵，伊迄目睭摕起，拄到我遐头，伊讲即摆要食汉药，讲西药。食伤济啊！即摆要食汉药，我甲看，我讲来，我甲你看嘛。伊迄目睭闭袂紧，我拄仔用迄消毒水甲抹半，目睭拄仔硬甲剃金啊，目睭把它张开，迄规个目睭眼拢落去啦，目油啊，内底迄目油啊，规啊嗖者安尼，规拢流啦。那个眼球啊。不见了，咱眼球是乌的，那变做白雾啦。我讲这边那看有，就是在因痛。我咧问讲，你们用什么给他吃啊？我你2个甲搞用什么给他吃了？因讲我们都用很补的东西给他吃，讲你要甲害死。你食水果，你讲很少，安尼啦。这明明就是哪，迄个少年啊，到尾也无爱互原住民讲的，伊讲我来讲，杨医师你不要听他们讲，我讲，所以他们都用最好的给他吃，当时候调查局局长叫做沈志业，恁知无？心机角啊，因为听讲是江青边仔的秘书长的。迄较早潜伏伫迄个共匪遐换啦，相当的不得了的情报员。伊讲省级甲伊转来台湾，我们的省级长啊，2天啊，3天2头啊，都带着廖文丽啊去吃大餐。带去倒？带去酒家，啉酒吃大餐。迄阵廖文家是安怎？安尼讲心情较好，伊完全互控制嘛，从外口无法度接触嘛，不准嘛，食就来食，大餐就大餐，佫2个原住民直直甲订报甲订嘛，你讲师傅啦好，还是习惯啦，大家好食到尾嘛清明呢。到尾我慢慢甲检查讲，他整个内脏都坏掉。我说你们跟调查局讲，调查局要负责。我现在给他介绍到光田医院，刷人要一个光田医院。迄阵老院长叫做王玉林博士吼，要得咧，我直接敲电话，讲我一个重要的患者要介绍去你遐。叫做廖文家，伊听到电话怎啊踹一条咧？我点都无声呢。我讲
你若无回答，伊讲有啦，我有在听。伊甲我讲，这个人足重要的呢。我讲，毋捌重要，毋捌要介绍你啊，我就惊向害死。结果伊随2、3工救护车随，载去遐入院，无偌久就翘起。伊讲内脏全部烂掉了，内脏拢烂掉去啊！啊，廖文杰我有甲问呢，问讲，你即马感觉安怎？啊，伊就安尼，无爱讲话，绝望到了极点。你了，要死的时阵，绝望到了极点。所以我自去拜了，我逐摆我打坐，我有咧打坐，啊打坐久会心惊一日啦，心情小可错乱。我都民望廖文杰讲，你爱甲我证明啊，甲我正一个名，甲我做一个见证嘛。爱基督教徒，爱请牧师。我讲来，咱这个无啥物，咱这是信仰，无管啥物教。我怎甲筹备廖文义的今仔日的追思甲揭背大会，所以有这个因果这个，所以伊是安那要叫咱甲证明，是安那要叫咱甲揭背办追思仪式，这大家知无？就是伊得到上帝的肯定啊！伊毋是背叛台湾，伊毋是放杀掉这个台湾独立，伊是要来人间做教育的。就是头拄像牧师讲的，顺着上帝的意思，要来人间做教育。但是做一个人，食饭放屎，无人讲伊完全是叫做圣人。安尼大家了解无？咱拢是有留一寡迄个习气嘛，但是习气呢，只是这个小节，伊这大节啊，非常的完整啊。伊第一个发台湾独立，规家伙啊拢安尼甲落倒来，是国民党逼因规个家族，我要甲你掠起来，甲你抄家灭散啊！伊才感觉讲我无转来袂散。甚至于去听到因老母的录音啦，讲囝无你转来啦，无咱兜一个拢互掠去关犯罪，有已经判枪杀啊，判讲要死刑。你你安尼，你会想要转来？咱人毋是安尼，铁骨讲拢无感情，伊都有迄个感情，他会讲要台湾建国呢。啊，伊嘛有迄个感情，讲我爱捍卫着我的家族呢。啊，这两个冲突咧，到尾也讲好，我转来台湾，我转来牺牲嘛。伊已经产生效果了。这个效果分做2阶段，第一阶段就是苏东客事件，过来苏东客就来个演落，就是太原事件。所以行过的路、做过的代志，这个历史的教育无灭亡啊，源远流长到今天，到今仔日。今日我讲的就是这，谢谢各位。来台湾站。